你以為你係精明嘅消費者咩？其實喺你踏入鋪頭或者打開手機嗰一刻，就已經跌入咗一個精心設計嘅陷阱。歡迎返嚟廢噏營火會真廢噏系列。呢個系列唔講咁多經，唔講咁多數據，純粹用個人觀點衝擊你嘅腦袋。歡迎喺留言區激烈嘅討論。今日講下商家點樣利用 marketing 合法詐騙嘅7宗罪。相信大家都有搶過演唱會飛，但明明第一日公開發售就已經得返啲垃圾位，甚至乎係已經賣晒啦。其實真相係官方一早扣起晒6-7成嚟做內部認購，佢哋故意製造一種好難買、好稀缺嘅錯覺，等你班真 fans 爭崩頭，最後只能夠含淚去買貴幾倍嘅黃牛啊！唉，呢場大龍鳳真係屢試不爽啊！鑽石恒久遠，一顆永流傳。呢個廣告台詞簡直見過 MK Ultra 嘅洗腦工程，佢成功將一粒毫無價值嘅碳同愛情綁埋一齊，仲發明咗3個月人工法則添，直接將鑽石嘅價值同你嘅月薪掛鈎，令到個 market 遍佈所有階層。佢唔只係賣一粒冇用嘅石俾你，仲係賣緊一份壓力。買唔到就代表唔夠愛？呢份持續咗80年嘅世紀騙案，到今時今日仍然有大把人落搭啊！明星、超級網紅賣嘅廣告，你可能會覺得有一種距離感，未必會去買，所以商家都會轉去揾一啲所謂嘅素人網紅去做宣傳，打破咗一如既往嘅明星效應。佢哋嘅一張相，一條好粗糙嘅片，就好似隔離屋嘅強仔，樓下陳師奶同你分享生活好物咁樣，睇落好似好親民、好真實，但其實通通都係收咗錢嘅劇本嚟㗎咋。講到揾食，一定係 OpenRice， 但係呢個平台多年嚟為人詬病，出正評就無風無浪，出負評就諸多阻攔。再加上而家出埋短片功能，啲 foodie 又將 IG 嘅片直接搬過嚟，個個影到啲嘢食曉飛咁。你以為你係睇緊食評咩？其實你係睇緊一份包裝成食評嘅宣傳單張咋。點解件衫永遠標住原價999，特價399？因為商家知道，如果你淨係見到399，你淨係會諗件衫值唔值。但當你見到個原價有咗對比之後，就會覺得抵咗啦。仲有，點解一樣產品要有3個 grade？ 因為佢根本唔想你買最平或者最貴嗰個，佢係要用兩邊嘅價錢嚟做矛，引導你覺得中間嗰個最划算。當你以為自己好精明嗰陣，其實你已經跌入咗佢 set 好俾你嘅路啦。你以為大公司先會做 marketing 咩？ No no no， 食碗魚蛋粉都會中招啊！你去叫碗牛腩河，阿姨會問你加魚蛋要加1粒定2粒啊？佢根本都冇俾唔加呢個選項你。呢個就係錨定價格陷阱嘅分支，2選1陷阱。我仲會日日食木枝熟。你一定喺廣告入邊聽過，好多人覺得明星都有用，咁一定有保證啦。但事實係佢係咪真係有用，你唔會知咯。限時優惠，最後3件，清倉大減價，呢啲字眼最易令我哋大腦焦慮，慌死買唔到咁啊，觸發你消費嘅衝動，再加上錯綜複雜嘅折扣計算，你嘅大腦會直接短路，淨係得返買同埋買。但你諗真啲，明明本身都唔屬於你嘅嘢，點樣錯失呢？你買嘅唔係需要，而係冇執輸嘅短暫快感。聽完呢7宗罪，你會發現 marketing 其實係一場最高級嘅捉心理遊戲。對商家嚟講係不斷上升嘅業績，但對我哋消費者嚟講就係一個又一個萬劫不復嘅陷阱。咁條片就係咁多，我哋下個營火會再見，拜。